你有冇試過飲完蘋果醋之後，空口一陣灼熱喉咧嚟像被火燒住？咁甚至有時候夜晚瞓低酸水直接湧上嚟，逼到你半夜坐起身。唔少人以為蘋果醋係養生神器，飲多無妨。但係我自己就親身試過，差啲搞出大問題。我大概係3年前開始飲蘋果醋，當時睇咗幾條影片話蘋果醋可以幫助消化、清血脂、降血糖，講到好似包治百病咁，我就二話不說去超市買咗一樽，每日朝早空肚飲一大杯，仲覺得自己好養生。點知飲咗唔夠2個星期，食道開始唔舒服，食嘢有哽住嘅感覺，夜晚瞓覺成晚胃酸倒流，灼到我喉嚨同食道又痛又辣，去睇醫生先知道係食道輕微灼傷。醫生問我最近有冇飲蘋果醋，我話有，佢即刻問我係咪直接飲，有冇稀釋，我先知自己犯咗一個好多人都會犯嘅錯誤。所以今日呢部影片我唔係叫大家唔好飲蘋果醋，而係要講清楚蘋果醋要識揀識飲，仲要同2樣好平價嘅東西一齊用，先至可以真正發揮到佢嘅好處，幫你清走血管裡面嘅垃圾。呢2樣嘢係咩？等陣我一一講俾大家聽。首先講最關鍵嘅一個問題就係蘋果醋買錯一個字，可以直接害咗自己。而家市面上賣嘅蘋果醋大致上分2種，一種係蘋果醋飲品，一種係蘋果醋。呢2樣嘢就係一個字之差，但係本質上完全唔同咯。蘋果醋飲品係工廠大量生產，加咗大量糖、調味料、香精，裡面蘋果醋嘅成分可能得1成幾，其餘都係水同糖，飲落肚唔單止冇養生效果，仲會令血糖飆升，反而加速血管老化。真正嘅蘋果醋係用蘋果發酵商造而成，裡面含有天然嘅醋酸酵素、有機酸同埋一樣叫醋母嘅活性物質。所以買蘋果醋嘅時候，第一樣要睇嘅係成分表。如果成分表入面頭幾位係水、白砂糖、蘋果汁、食用色精，嗰種係飲品，唔係蘋果醋。真正有效果嘅蘋果醋成分應該只係有機蘋果汁發酵，簡單到得2-3樣。仲有一點就係要揀有醋母嘅版本，英文叫 with the mother。瓶底會有一啲混路嘅沉澱物，好多人以為係壞咗，其實嗰啲沉澱就係最有價值嘅部分，含有豐富酵素同益生菌。每次飲之前要搖撚先飲。如果買嗰種清澈透明、完全冇沉澱嘅蘋果醋，代表佢已經過漏晒所有活性物質，等同於飲咗一杯普通果醋，好多養生效果都打折扣咗。搞清楚蘋果醋係點揀之後，仲有一樣嘢更加重要，就係點飲先唔會傷到自己。蘋果醋嘅酸鹹度大概係 pH 2到3之間。呢個酸性程度其實相當強，直接飲落喉嚟，好比你拎一杯稀釋咗嘅鹽酸淋落食道，時間耐咗食道黏膜一定受損，我自己就係咁傷咗。所以正確嘅飲法係每次用1至2茶匙蘋果醋，加入至少200至250毫升清水或者溫水稀釋，然後喺飯後飲，唔好空肚飲。飯後飲係因為食物已經中和咗部分胃酸，食道同胃部比較唔容易受刺激。仲有一點，飲完之後唔好即刻刷牙，因為酸性環境下牙齒咧，黏質比較脆弱，呢個時候刷牙反而會磨損牙齒。正確做法係飲完蘋果醋後用清水漱一漱口，等半個鐘左右再刷牙。講到蘋果醋嘅好處，其實唔係吹出嚟，係有唔少研究支持嘅。其中最值得講嘅係佢對血管健康嘅影響。血管裡面積聚嘅垃圾主要係2樣嘢：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，即係通常人講嘅壞膽固醇，同埋三酸甘油脂。呢2樣嘢積多咗就會黏附喺血管壁，形成動脈粥樣硬化斑塊，令血管越來越窄，血液循環變差，長期下去就係高血壓、心臟病、中風嘅根源。蘋果醋入面嘅醋酸可以抑制肝臟合成膽固醇嘅過程，同時幫助加速分解三酸甘油脂。日本有研究發現，每日飲適量蘋果醋嘅參與者，連續12個星期後，三酸甘油脂水平明顯下降，壞膽固醇都有改善。雖然效果唔係即竿見影，但係作為日常保養，佢確實係有根有據嘅。除此之外，蘋果醋仲可以幫助控制飯後血糖。飯後血糖飆升係引起血管發炎嘅重要誘因，血管內壁長期處於炎症狀態，斑塊會更容易積聚。蘋果醋入面嘅醋酸可以減慢碳水化合物嘅消化速度，令葡萄糖吸收放緩，避免血糖急升急跌。呢個效果對於中老年人嚟講特別重要，因為隨住年紀增值，胰島素敏感度本身就會下降，飯後血糖更難控制。不過蘋果醋始終唔係藥，如果本身已經有高血糖或者糖尿病，唔可以靠蘋果醋代替藥物，呢點要講清楚。好，而家講到最核心嘅部分就係蘋果醋加上2樣平價神物，先至可以發揮出最大效果，清走血管垃圾。第一樣神物係生羊。呢樣嘢係香港廚房入面最普通不過嘅食材，幾蚊一大塊，但係佢對血管健康嘅好處係有大量臨床研究支持嘅。呢入面含有光辣素同埋光稀酚，呢2樣活性物質係強效嘅抗氧化劑同抗炎物質，血管發炎係動脈硬化嘅直接推手。
而豬氧可以針對性地壓制血管壁嘅炎症，反應相等於幫血管消炎消除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有天然嘅抗凝血作用，可以防止血小板過度聚集，減低血液黏稠度。血液黏稠係好多中老年人嘅問題，血液流得慢，心臟要用更大力氣泵血，長期下去係心臟同血管嘅雙重負擔。幫你令血液流得順啲，配合蘋果醋，降低膽固醇同三酸甘油酯兩樣一齊作用，效果係疊加嘅。做法好簡單，買一塊新鮮生果，每次切3至5片，唔使去皮，直接用熱水泡成個水，放涼至溫熱，加入蘋果醋稀釋飲用。或者如果你平時有煲老火湯或者滾湯嘅習慣，直接落幾片窿入湯，飯後飲一杯，再另外飲蘋果醋水，兩樣都兼顧埋。第二樣神物係亞麻籽，亞麻籽可能有啲朋友冇咁熟悉，但係佢而家係全球公認嘅超級食物之一，超市健康食品區通常都揾到，價錢好親民，幾十蚊已經可以買到一大包，性價比極高。亞麻籽最突出嘅功效係佢含有極豐富嘅歐米伽先脂肪酸，主要係 ALA， 係植物性食物入面歐米伽先含量最高嘅其中一種。歐米伽先嘅作用係幫助身體提高好膽固醇，即係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。同時壓低壞膽固醇同三酸甘油酯，直接幫你清走黏附喺血管壁嘅脂質沉積。亞麻籽仲含有大量水溶性纖維，可以喺腸道入面克服膽固醇，阻止佢重新被吸收入血液。好多人唔知道腸道係膽固醇循環嘅重要關卡，如果腸道入面有足夠纖維截住膽固醇，係可以明顯降低血液膽固醇水平嘅。仲有一樣，亞麻籽入面有一種叫木酚素嘅物質，係強效抗氧化劑，可以防止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氧化。低密度脂蛋白一旦被氧化，就會變成更難清除嘅氧化型膽固醇，係形成動脈斑塊嘅主要原和。亞麻籽阻住呢個氧化過程，等於喺源頭截斷血管垃圾嘅生成。亞麻籽要磨碎先至可以吸收，整粒食落肚，腸胃消化唔到，大部分營養會直接排出體外。可以買亞麻籽粉，每次飲蘋果醋水嘅時候，加入1湯匙亞麻籽粉，拌勻口感，帶啲微微堅果味，唔難飲。或者灑喺粥度，加喺沙律度，放喺燕麥片度都得，食法好靈活。所以飯後呢一杯嘅配方就係250毫升溫水，1至2茶匙蘋果醋，3至5片洋泡嘅降水替代部分清水，加上1湯匙亞麻籽粉，攪亂慢慢飲，3樣嘢各自對血管有唔同嘅正面作用。合埋一齊係針對膽固醇、三酸甘油酯、血管炎症、血液黏稠4個方向同時發力，效果自然係單獨飲蘋果醋無法比擬嘅。如果你覺得呢個資訊對你有幫助，記得點個讚俾我，仲可以分享俾你身邊關心健康嘅朋友，讓更多人知道咁實用嘅資訊。講完點飲加咩之後，仲有幾類人要特別注意，飲蘋果醋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。第一類係本身有腸胃問題嘅人，包括胃潰瘡、十二指腸潰瘡、慢性胃炎或者已經有胃酸倒流病史嘅人。蘋果醋本身係強酸性，即使稀釋咗，對於已經受損嘅胃壁同食道黏膜都係刺激。如果你本身已經有胃酸倒流，我唔建議你飲蘋果醋，因為呢種情況係加劇問題，唔係改善問題。正確做法係先睇醫生，將胃酸倒流控制好，再決定係咪適合飲。第二類係食緊某啲藥嘅人，特別係利尿劑、地高辛心臟藥同胰島素或者其他降血糖藥。蘋果醋同呢啲藥物之間有潛在互動，可能影響藥物效果或者電解質平衡。飲之前一定要問清楚自己嘅主診醫生。第三類係腎功能唔好嘅人，醋酸代謝需要腎臟處理，腎功能受損嘅人長期飲用可能加重腎臟負擔。如果有腎病或者腎功能指數偏低，同樣建議先諮詢醫生，了解清楚呢幾類人嘅禁忌之後，大部分健康或者只係輕微三高嘅中老年朋友，係可以將飯後蘋果醋用水加亞麻籽粉呢一杯作為日常保養嘅。但係要記住係保養，係互助，唔係代替藥物。本身有服藥嘅朋友唔可以自行停藥。坦白講，我自己食道灼傷康復之後，係過咗2個月先慢慢重新開始飲蘋果醋，而且係嚴格按照稀釋比例飯後飲，加咗濃同亞麻籽粉，飲咗大半年去做體檢，三酸甘油酯從偏高降翻到正常範圍，好膽固醇都升咗少少。醫生話我生活習慣有改善，我唔敢話全部功勞係蘋果醋，因為我同期都有做多咗運動，減少咗宵夜，但係蘋果醋加埋凍同亞麻籽粉呢個組合，我相信係其中一個有貢獻嘅因素。而家好多人講養生，喺網上睇到咩就跟住做，結果做錯咗，傷咗自己，仲唔知蘋果醋呢樣嘢。佢嘅好處係真實嘅，但係前提係要揀啱貨、飲啱方法、加啱嘢。3個條件缺一個，輕則冇效，重則傷身。我度整理一下今日最核心嘅幾點，大家記住買蘋果醋要睇成分表，避開含糖嘅飲品版，揀有醋母嘅發酵版，瓶底有沉澱先係正貨。飲之前必須稀釋。
每次1至2茶匙加2波毫升以上清水飯後飲，唔好空肚飲。加生胺針對血管炎症同血液黏稠，加亞麻籽粉針對膽固醇氧化同脂質沉積，3樣一齊作用係最有效嘅血管日常保養方案。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嘅頻道，而家訂閱埋，打開小鈴鐺，我每個星期都會同大家分享實用嘅健康資訊，讓你同屋企人食得更健康，活得更輕鬆。其實好多血管問題都係幾十年日積月累形成嘅，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完全逆轉。但係反過嚟講，只要每日堅持做對幾件事，血管係可以慢慢變靚嘅。飯後一杯蘋果醋釀水加亞麻籽粉，唔使貴複雜，重點係你願唔願意堅持。最後想補充一點，好多人問我亞麻籽粉要飲幾耐先見效。一般嚟講，配合蘋果醋同講，每日飲大概6至8個星期3，酸甘油脂同膽固醇指數先開始有可見嘅改善。所以唔好飲咗1個星期冇感覺就放棄。血管健康係一個需要時間嘅長線工程，建議你喺開始之前先去做一次血脂檢查，記錄一下基準數值，飲咗3個月之後再做一次，對比一下，你就會知道自己嘅血管有冇改善。呢個做法仲可以俾你有個客觀嘅參考，唔係靠感覺判斷效果，而係靠數字講嘢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或者家人年紀大咗，體檢報告有3高問題，或者醫生叫佢注意血管健康嘅，記得將今日呢部影片分享俾佢哋睇。呢個方法簡單，評價有根有據，唔需要買貴價補充劑，係日常生活入面就可以。